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指挥中心表示，月底头一剂注射率到70%，防疫会搁放冷。受地几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县雨势落袂停，当要弹出的往来塞车损失真严重，农民是真怨叹。中国国台办又搁批评蔡总统的相似演说，就是两国论，嘛讲解放军演训就是为了要打击台独。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新的本土病例，是有4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讲，月底头一剂注射率若是有70%，防疫就会当个放冷。下晡嘛有136万剂 AZ 疫苗会送到位。第12轮提供头一剂 BNT， 第二剂的 AZ 甲莫德纳。BNT 是开放所有还未做过疫苗民众拢会当来预约。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有4例，死亡的个案没有。今天下午我们有 AZ， 136万剂的疫苗会到，有效期到2022 1月31号。第12轮其实我们施打时间，我们在分作2段。31号的时候是对 BNT 的第1剂，我们就是全年龄全部的都开放了。AZ 的第2剂，我们大概会从7月30号以前打过第1剂的，也都会打得到。然后另外呢，在7月31号到8月6号打第1剂的 AZ 的。那是在45岁以上的，45岁以上。那莫德纳我们开下去是会到7月16号以前，施打第1剂的，也都会全部会打得到。第11期 AZ 第2剂甲 BNT 的头一剂登记，今仔下晡6点就会结束。也毋过指挥中心暂时紧急宣布讲，因为 BNT 预约的人数无满哦，所以搁要开放44岁以上的民众就会当来预约。指挥中心嘛表示，后个月会有愈较大型的注预防射的计划，望讲伫年底进前哦，疫苗的第2剂注射率会当有60%。目前全台拢赶紧咧做新冠疫苗，疫情指挥中心10日暗时紧急宣布，第11期 BNT 疫苗有效，不如预期。所以除了18岁以上第9类对象，18到22岁，搁增加44岁以上民众拢用有效。预约时间也延长到13礼拜3下晡6点结束。医师表示，民众出现无要做的原因真多，不过整体来讲，做疫苗也是好处较多，能降低重症甲死亡率。新冠病毒是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在我们的一生中，你一定会得到新冠病毒感染。那第一次得到新冠病毒感染，在没有疫苗接种的情形之下，就是有20%重症2%到4%的死亡率。因为国内疫情转好，外界关心疫情警戒2级什么时阵会降到1级。指挥官陈时中进前伫立法院透露，降级需要考虑不明感染源个案数、医疗应变能力、民众尊重度、甲国际疫情的变化。不过有专家认为，疫苗做2剂的注射率甲逐工感染人数，才是降级关键指标。疫苗接种率大概2剂疫苗接种要80%左右。那如果只是升降级的话呢？以目前来讲，疫苗接种率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每日感染人数是最重要的。专家强调，新冠病毒已经渐渐轻症化，甲病毒共存已经正做世界出世。就算疫情境界降级，民众也要将喙安挂好。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疫苗人口注射率是58.72%，下个月要展开更较大型的注射计划，希望在今年年底进行达到疫苗第2剂注射率60%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全球胃着武汉肺炎的病例，伫这个月初9已经超过2亿3000万人，死亡的人数大约是有480万人。有研究是显示讲，注2剂 BNT 疫苗民众，预防重症甲预防死亡是有80%以上的效果。美国嘛发现讲，有个注第3剂 BNT 的民众，对德尔塔病毒的保护力有明显的提升。虽然各国的疫苗注射率是愈来愈悬哦，也毋过有专家嘛是要提醒民众，嘛是上好爱个继续挂喙安。新冠疫苗的变化真大，大个国家拢咧拼疫苗的注射率。根据以色列甲卡达的研究显示讲，
注 BNT 疫苗的民众，伫第二剂注1个月了后的官方就会开始来检疫，7个月后敢若剩20%的保护力。不过要预防重症甲死亡，要是会当达到80%以上。发展比较久远的疫苗，然后它的每年的抗体的降低率可能都只有5到10%，但是这个 BNT 的这2个实证的例子，它在这个体液免疫反应上其实有蛮大的一个降低哈。不过都不要忘记，它在重症跟死亡的预防上还是有非常显著的意义。另外，以色列嘛有针对60岁以上已经注过2剂疫苗，上介少5个月的民众来甲注第3剂疫苗。美国嘛提供18至85岁注第3剂疫苗 BNT， 因发现讲，伫注第3剂疫苗的民众，对抗这个第2胎的保护力会提悬，特别是这岁人就更加明显。第2剂之后呢，我们知道其实遇到Delta病毒株，综合抗体浓度会有22% 的下降。但是在施打第3剂之后呢，不管是年轻族群或是年老族群，这个效益其实都有上升，它下降比例就没有这么的高。台大公卫学院陈秀仪教授表示讲，国内伫2剂疫苗注射率达到一定的标准了后，佮加上口服的药物，伫未来嘛得要上市啊。新冠肺炎就会成做生活中的一个常态的疾病，只要若是有甲治疗，就会当好势，毋免佮追求讲拢无人去画着。就算讲是各种的政策拢有较松透咯，不过民众要是爱会记哩甲喙往甲挂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因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县连续3天拢落大水雨，4界拢是积水哦。农田果园嘛拢水上甲真严重。年底特别上市的往来失客损失真惨，有农民就讲哦，今年已经无法度外销去中国咯，又搁拄到风台，向收成拢有问题。台东县政府是表示，因为雨搁落袂停，搁无法度详细来计算损失。伫卑南乡富山村正8分外地，往来失客农民到果园。看到果树规个河泊中溪水冲甲连根拢挽起来，果园规个浸水，果实也被大风吹伤，农民看甲真毋甘。真无简单，前一年要采收其他外销中国，今年受阻搁暂停，即马搁拄到风灾甲雨灾，心情是真无奈。这无奈2个字而已，其他不能形容什么了。如果最重要就是盼望上面长官能重视这条溪来整治啊。要收成的还有台东县的两只米田，地上关山的稻田拢被大水淹去，尤其是地上的波浪大道2边的稻田。农民讲，即马大部分的稻啊拢已经结穗，田内底积水未复排出去，稻啊就会倒去，浸水无法度收成。即马伊规丛会死去啊，倒来就是会死去啊，袂把米就无通收啊。受因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今日台东地区由原咧落大水雨，不止稻田甲往来失客严重受损，抑个部分的金蕉园也倒来浸水，农民损失真惨重。台东县府表示，因为继续落大水雨，目前农业灾情无法度估算，受损的面积要来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连离开咱台湾的南方海域，也毋过外围环流影响，东部搁恒春半岛雨是搁落袂停。气象局嘛搁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花莲县早起嘛传出道路放弃，交通中断顶灾情。消防队员抱囡仔，真细日撩过插落的土梅水。花莲玉里乡这家伙啊，因为水崩山，因兜去土石规个灌入去，一家伙啊7个人掉伫个厝内袂得出来。牵一个哦，其他的人先不要过哦。你迄穿衬拖危险哦，去穿布的，迄下口有石头。消防队员接到报案了后，赶来救人，先甲老大人挨出来，安置去安全的所在。因为土梅水淹甲脚头遐尔悬，救援人员用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才甲一家伙啊7个人一个啊一个救出来。目前人员都安全吗？都安全。本来有计划要撤到镇公所中正堂啊，因为他本身街上有个住家嘛所以就暂时在住家里面。花莲2天以来，雨是落无休困，其中秀林乡几个所在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700毫米，大水雨规通道，除了几个所在溪水规个涨起来。在33个玉中公路，东边29.8公里的所在嘛发生崩塌的意外，目前双边的车路未通，也伫持续修理当中。路基都垮掉了，全部双向都不通了，没有路了。
虽然依规风台无扫入来台湾，不过煞是替华东甲屏东带来真惊人的雨量。2天以来，屏东太武乡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000毫米。气象局分析，依规风台虽然已经离开，不过外围环流加上北边拄好有高压通过，台湾外围的风带发展真旺。东部的雨也是会持续落。台风的东侧这一整个大低压带里，水汽都相当的充沛。那这些水汽呢，持续随着低压带的东南风来到台湾附近，提供我们源源不绝的水汽来源。气象局持续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台中以北的山区、花莲、台东、甲高雄，还有恒春半岛，拢要注意会有大水雨。花莲县嘛要注意会有大水雨。按算为拜五开始，各地天气才会豆豆啊稳定。因若入秋了后，头一波的东北季风会伫拜六礼拜到位。台湾北部较空旷的所在，低温有可能会到20度以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龟山昨一间沙石场，土石放弃去逮死一个客丁车司机。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要求桃园市政府应该要求这个沙石场马上停工哦。伊嘛讲桃园计共有11间沙石场违法占用国有地，款团是质疑讲桃园市政府长期护航。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回应表示讲已经会调查咯，若是有问题无改善，会要求停工，还是撤销执照来处分。伫桃园龟山的成文沙石场，12发生土石枪破铁围闸，致使过路的客停车去互抬去，驾驶煞不幸来身亡。专案目前会为过失致死罪来侦办，不如个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伊讲这件意外是人为来造成的。若这个崩塌的所在是毋是有超收沙石啊？桃园市政府经发局回应讲，伫个沙石场是无来设这个吨的限制量。整个山区70%的土地，这个山坡保育地的这个开挖，它现在一定要叫它也停。砂石场现在可以无限制的一直挖。这个坍方的地方是不是在这个农牧用地，也不是在这个，没错，但是因为整个厂都有问题，所以这个以这个桃园市政府负责任还是应该要。根据统计，桃园目前有11间沙石场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特色定线协会直接讲，出代志的沙石场20-30年来拢是占用土地，因乌白尾山坡保育地围建有500多平方公尺，煞无看桃园市府出面来甲管理。嘛要伊讲市府长期拢来甲挺身，对这件代志，国产署证实讲沙石场有侵占国有地，已经要求业者都要撤限土地。换成绿色的执政以后会变比较好，结果没有变比较好，只是它的包庇的手法更细腻。成昆砂石场占用的国有土地的笔数大概只有3笔，那面积是124.95平方公尺。我们在9月30号已经发文限期返还。目前敢若有崩塌的地点有实施停工，被害者的家属伫13起现场还阁咧动工，甚至这个沙石就是蹲伫个大路边。这就亲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同款，立委要求讲，要全面停工。对这件代志，桃园市长郑文灿伊回应讲，已经来组成联合稽查小组，要来稽查这个公安安全。也阁有沙石吨的量是毋是有超过？若是讲真侪摆拢无要来改善，安尼就会来喝令用停工，会甲撤照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昨抽头一批国民旅游券，农委会推出的888块的农游券，早起嘛头一届抽签，抽出10组的号码，有23万人哦抽到。农游券抽签的结果哦，身份证号码最后2个数字是893254，还是最后3个号码597453152，这6组号码哦，大约有23万名民众有抽到。今仔报5点就会收到简讯通知，优惠券的规则是1礼拜1个人哦，只会当抽到1种，所以昨有抽到国民旅游券的民众，今仔就袂阁抽到农游券咯。再来看昨立法院总质询，国民党立委郑丽文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国防的议题。伫过程中哦，郑丽文是呛苏贞昌讲，伊惊讲到时阵头一个投降的人就是院长，第二个是蔡英文。苏贞昌是回呛讲，袂像恁遐尼袂见效。国民党团早起开记者会，要求苏贞昌爱回失礼。也毋过苏贞昌早起是讲，立委乌白讲话，伊做一个行政院长一定爱回应。如
如果真的要玩军备竞赛，我们怎么打得过？你是要投降是不是？我是说要不要发展核子动力潜舰啊？听清楚。所以你为什么不敢发展核子动力潜舰？有了核子动力潜舰就比传统潜舰好很多啊！是不是？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蔡英文啊！你要别更小了。你院长。那个大家下力处理。好，来大家哈，这个当时还要拜托我去给你助选，问题啦，还丢脸。国民党立委陈立文12号立法院总质询问行政长苏贞昌是毋应该来发展协助动力畅水甲两边是弯起来。陈立文13号伫立法院国民党团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要求苏贞昌道歉落台。说错了话，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就应该出来向全国大家深深的一鞠躬道歉。我会原谅你啦，但是你有道歉的勇气吗？苏贞昌回应表示，总统票人抹黑会第一个向敌人来投降，伊当然爱来做应该做的代志。竟有人借着质询来违逆、造谣，无端说总统会第一个投降，这影响国人民心士气何其严重！我作为行政院长，在当场一定要愤然抵抗叛徒，秉然纠正谎言，挺身拨乱反正，做我该做的事。不过，苏贞昌的叛徒能力阁讲到过去，陈立文离开民进党投向国民党，立法院国民党团是批评民进党来贸然活动。他先去骂陈明文，他先去骂原来从国民党现在到民进党的这些人，用脏话来侮辱一位女性立法委员，我是觉得他才是民主最大的问题。国民党团讲，也是苏贞昌无要为着讲唔着话来道歉，安尼拜过对伊来提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嘛，举行记者会表示，陈立文的质询内容质疑总统还有行政长会来投降，已经无伫立委言论保障的范围内底，这已经影响到总统率领三军对抗中国的领导威信。这背后原因也是因为国民党对着蔡总统国庆讲话会死的坚持感到不满。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总统蔡英文的相关演说讲到两岸无像是像的问题，中国国台办是又搁批评讲这种的讲法就是两国论。发言人嘛讲到解放军演训，就是为了要打击台独分裂活动，甲外部的势力。学者是认为讲总统的演说其实只是讲出事实，中国的这么生气是为了要转移内部的压力。总统蔡文国庆文告效应出来，台湾讨论促进学会举行座谈会，分析两岸情势。民进党立委罗致政甲真侪位学者拢肯定总统演讲，认为提出两岸互不隶属、互相无交叉本来就是事实，要重新维持现状对话解决等承诺。中国反应激烈，应该是为转移内部压力。内部情势嘛，短期来讲，下个月月初就要6中全会了嘛。所以我相信大内宣或是这样的强硬手段是可以预期的。两岸的核战关键其实始终是在中国，不必特别期待说台湾的任何表态有什么根本的作用。对蔡总统国庆演讲，中国国台办7日暗时捌回应是鼓吹台独、煽动对立。13发言人马晓光定调，所谓互不隶属，就是明显肯定两国论，解放军演训就是为打击台独分裂活动，甲外部势力干涉，完全是为政绩。解放军演训活动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完全是正义之举。马晓光阁警告卡苏民进党当局，即笔不过，只会将台湾杀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最近强基招待行为已经引起国际关心。美国国防部12表示，中国扩大对台湾恐吓甲施压，增加误判风险。重新对待承诺是正坚定，呼吁北京和平解决两岸分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动部长柯明春早起伫立法院讲到，劳动部目前咧讨论讲要开放移工入境的办法，嘛考虑讲有助两剂疫苗移工会当先入境。另外，针对基本工资确定要起落，劳动部嘛甲经济部在讨论相关补贴的方案。非本国人士禁止入来台湾，实施高达将近5个月，连带移工来台也受到影响。但疫情缓和，劳动部甲相关的部会也开始研究，搁再开放移工入境的方案。
部长柯文春表示，这必须要兼顾防疫甲欠工的问题。有完整施打疫苗的会优先让他进来，还有就是入境检要 PCR 以后要1人1室入境的 PCR 检验，还有这个14天的防疫加自主管理。早起劳动部甲国部会去甲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针对疫情期间劳工纾困措施专案报告。立委周万安关心，8大行业已经4个月过，拢无工课，也无劳保的资格，到当时也无法度领到3万块的补贴。我们回去赶快来处理。好，你们重新研议，尽量放宽，否则你的美意要给予这样3万块的纾困，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人，他们的从业人可以领到，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另外，针对基本工资明年确定起，虽然对劳工来讲是好消息，但可能增加雇主的负担。部长柯文春表示，10月底会提出相关的补贴方案，针对类似的服务业等艰难产业，搁再补助。住宿、餐饮、旅行社这部分可能是受影响比较大那就可能看是薪资或者其他方面怎么来做一些补贴方案立委也担忧，时到基本工资若起，雇主颠倒无愿意加车人，会互劳工的处境更加不利。部长柯文春是引用今年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大卫卡德的研究，回应讲这袂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蔡政府执政6档，基本工资每一档拢有起，也毋过因为过去10档无起，统计显示讲，目前全台湾大约150万人是领最上低的工资哦。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完成上低工资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望讲会使建立透明、合理甲会当稳定调整的上低工资的法源，互基本工资对得起袂停的物价。最低工资专法保障。加票议呼吁蔡政府赶紧把上低工资法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建立更加透明、合理而且稳定调整上低工资的法源依据。适用的月薪人数大概是194万人，那时薪的部分呢是大概51万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占劳动人口大概1/5哦，是应该要把这个生活工资入法的一个概念，因为一旦最低工资的薪资没有办法去支付个人的生活时，那我们是要如何期待，就是所谓的劳动者，他可以增加消费力，他愿意成家，愿意生养小孩。最低工资法，它可以更制度化的去调整，而且可以更透明的去调整我们的最低工资不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虽然我们过去6年是连6涨，但是曾经也有连7不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回头看过去咱国企基本工资的情形，1997年到2007年，连续10年无起。蔡政府执政6年来，连续6年拢有起。起基本工资的情形也是无稳定。因若目前的基本工资审议办法是干那属于法规命令，民间团体甲民进党立委希望会当提升法院的层级，确保基本工资的成长会当对得不价成长。依照最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它更能够提升国民的消费力，刺激内需市场，那带动整体经济和薪资的成长。明年5·1劳动节就应该要完成3读。范云表示，包括附近的日本甲韩国，全世界差不多有100个国家早就已经立法保障上低工资，希望行政院甲劳动部会当赶紧把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完成3读通过。明年5一劳动节进前送予劳工一份大礼。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提出500块的好食券结果民众发现讲一寡5金行汽车旅馆卖当使用。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因为这是看统一编号来分类，会搁详细来审查。另外，王品集团宣布讲2月开始，相关的15个品牌继续要起5%。部长嘛讲疫情影响餐厅的经营是真辛苦，经济部按算伫月底会针对一寡较困难的产业来提出补贴的办法。为了鼓舞民众绑定所谓500元，经济部特别推出名额500块的好食券，拢总有400万份，会当用伫有接受所谓支付的餐饮、糕饼、夜市啊、甲市场等等26万间的店头甲单。不过，即马所传出有民众查好食券的官方网站列出来的店头，发现包括五金行、汽车旅馆等等，毋是餐饮业的店头嘛，竟然会当使用，互立委质疑讲使用设计有问题。你说它的统编项目有写餐饮，五金行里头会卖餐饮吗？
他原来的营业登记的范围有登记到有餐饮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这个要再重新去盘查，的确是非常困难啦。是，那现在就是大家给我们的资讯，我们就会尽量都一家一家去确认。比如说，王美花讲，好习惯官方网站列出来点头，有部分是用当初登记的统一编号去做分类的，加减有无够精准的所在。即马当一个一个甲业者确认当中。也若最近物价是起价，王品集团12宣布，为10月25开始，下底15个牌子的价销会起5%。针对这点，王美花讲，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之下，做起来确实是真辛苦。我们的餐饮业确实前一阵子比较辛苦了哈，也受到这个相关的疫情的影响，那国际大宗物料的这个波动等等，那当然还有。未来的这个工资啦，经济部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相关的配套。王美花强调讲，顶礼拜工资审议委员会时阵，有讲会听业者的意见，最近会赶紧收集资料，按照第1月底会提出相关配套的措施，针对这届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会有补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争议真久的花莲193县道北边的土块案，经过9届的宽评才通过。因为当初决定讲袂使开发保安林地，所以要规划新的路线，爱征收一寡私人的土地。毛民众真烦恼讲新的路线是爱接到大高线哦，到时阵塞车敢会如何严重呢？为了要互住伫193县道边仔的新城乡民众了解家己的土地，敢有伫征收的范围内底，花莲县府伫新城县居民活动中心召开公听会，现场8成的民众拢希望新的路线会当早获得，而且赶紧动工。我们居民的这个意见有2极化，那我们希望在第一次公听会就跟民众解释清楚，要怎么来做征收，怎么样来做这个新的路线的这个规划哈。花莲193县道北边的开发案，上早伫1999年就通过宽评，因为超过3年无开发，依法爱办理环境现况差异分析甲对策检讨报告。结果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拢总补行9届才通过。其中争议上大的就是对保安的影响。把马路开得越大，车速就越快，真的就是对我们的环境最好的吗？那包括说193北段一个很棒的防风林。县府讲，因为宽差决议袂当开发保安拿，所以路线才会往西边盘刷。不过民众自己也受部分的路线会影响保安拿。到了2.6K 以及到了4K 的位置，似乎又慢慢的又去跟旧的路线又并合了，怎么又跟保安林又并在一起了？路线有跟原路线重合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旧有的路线开发，那对这个用地的取得的影响会最小。根据县府的资料，193县道北边的拓宽案，私人的土地拢总有84个，国防部11个，国有财产署4个。外界拢伫关心讲新的路线伫接台9线的时阵，敢会造成更较严重塞车的情形。县府强调讲，路线还阁伫规划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份有袂少的人用进口不详的名义对缅甸走私海洛因装22袋8公斤外，调查3个月过后，抓到5个嫌犯，嘛已经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了。就佛像跟佛像之间的隔板。对。新闻内底除了24尊佛光，也有22袋海洛因装贴的架板，顶悬印有详细地球标，一款防顺商标，也有提防假冒，纯正100%的字样。毒贩想要以佛光掩护海洛因走私闯关。这个海洛因砖呢是当成隔板，将这个货箱隔成8个空间，每个空间放置3尊的佛像，总共有24尊的佛像，总计查获海洛因8.14公斤。行政局表示，毒贩今年5月以数字佛光名义为缅甸用工进口货物，一直到7月，细路嫌犯才出面报关领货物。行政局伫边境及时拿查，会同台北关开检货箱，查到第1级毒品海洛因，重8.14公斤，杜绝毒品流落到市面。在疫情的期间，这个海洛因的价格一度飙涨，因为它的价格是有起落的，那是从每公斤100-200万，有曾经飙涨到每公斤900万、1000万。在小组经过3个月长期的侦查，伫7月、8月、9月分别替桃园地检署机票甲地方法院搜索票，将运动领会、亚会联络规划甲幕后主嫌5个人陆续抓到案。
其中成员牵涉新竹地区帮派背景，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NBA 布鲁克林篮网昨宣布讲，球星厄文因为坚持无要注疫苗，所以球团不准伊练球，嘛不准伊比新的球季。另外，有家己疫苗的洛西亚总有973例死亡，是有史以来上侪。洛西亚的官员是讲哦，这是因为注射率上低咯。也毋过有民众是讲，因无啥信任政府。那网明星厄文也无注疫苗，卖讲球队教练就连下礼拜开始的 NBA 新赛季拢无法度出来。If he doesn't want to get vaccinated, not get vaccina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has a huge platform and a huge following, and it sends a wrong message to children and people who look up to him. He's mixing and mingling with organizations and different individuals, have family members who may have been exposed or not exposed. 厄文一直拢无正式对外说明家己做疫苗情形，不过伊最近伫社群媒体追踪反疫苗等相关言论真多。伫布鲁克林区的篮网队适用纽约州的疫苗令，厄文也一讲无做疫苗，主场的比赛拢袂当参加。We're not looking for partn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halftime. We respect the fact that he has a choice, and without a doubt. Losing a player of Kyrie's caliber hurts the organization's focus. Needs to be on those play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volved here and participating fully. 俄罗斯12一天就增加死亡将近1000人，从疫情以来升悬。Да, больница требует госпитализации, пациент ухудшается. 俄罗斯官员表示，目前1/3人口注过疫苗，疫情无乐观是因为注射率伤过低。总统普廷指示做的进度都要较赶紧的。路透社报道指出，虽然有家己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真侪俄罗斯的人表示无相信官方，也对新药物感觉会惊。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澎湖一个姓叶的查甫人伫3天前犯一件酒吧伤害致死案，互法院判8档哦，特别互掠入去关咯。也毋过伊讲伊是冤枉的，伊讲当时是有人冤家哦，伊去苦劝双方说公亲变事主。今仔嘛伫律师的陪同，请求检察总长来提起非常上诉。几个查甫人手举棍啊，撞入去酒吧内底，见面就甲人淹喝倒。佫举马达对人头壳大力喊落，落尾甲人拍甲重伤，送病院了后不幸死亡。也若迄当阵嘛，在场的一个姓叶的查甫人，互认定是共犯，去互法院判8年刑期确定，都要入监正罪。毋过伊出面发冤枉讲，伊是清白的。再过几天我就要执行了，我在现场除了阻止，没有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只能说我很遗憾没有阻止成功。希望总察局长可以帮我提起非常上诉。这个伤害致死的案件发生伫咧2018年，2帮人伫咧澎湖的酒吧起冤家，其中一边还佫闹人来斗相共。姓叶的男性表示，伊是知影因朋友的朋友去互拍，才会做伙去现场。不过伊强调讲，迄天是伊要救人的心态去的，并无出手，而且佫几啊届苦劝因莫佫冤啊。也若即个官司拍要3年，未受也是有罪判决。伊的律师佫讲，伊苦劝大家莫佫冤的这个动作，也佫去互法官改托做失败的意思。你怎么可以记载说拉开人之后是为了要去打死者呢？那是你的揣测啊！就还是用了这个理由把人拉开，不是为了制止，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再冲上去攻击人，把他的犯意就这样子框了下来。律师控诉讲，检察官伫咧侦讯的期间，引导姓叶的查甫人认家己有在场作祟罪，而且佫以伤害致死罪共犯以上。结果法官嘛认定有伤害犯意，所以判伊有罪。因为即马专案定宪，所以希望法官会当以勘验证据有疑虑等等的理由，要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4座的焚化厂过去会帮台南澎湖这外县市来烧垃圾，也毋过高雄的市民是真不满，所以上新的规定是讲，把爱甲帮外县市烧垃圾的量来减半，嘛爱一档减少，也毋过安尼做，卖互其他县市的垃圾处理费用是增加袂少。一车搁一车的外县市垃圾送入去高雄林武焚化场。高雄有4个焚化场过去公山甲林武场登记大小外县市垃圾，互市民对大小造成的空污不满。为消除疑虑，今年公山甲林武场委外管理的新合约当中，市府就把大小量对每档20万吨减成10万吨。废弃物减烧，那为了保障高雄市民的权益，那当然我们优先一定是先烧我们高雄市的垃圾。
高雄大小减量，互外县市亲运业者烦恼废弃物清理的费用起价。市府表示，确实有收到တင်情，但高雄今年因为疫情粪扫的量嘛有增加，所以会以高雄的粪扫优先，才搁处理外县市的粪扫。可能受影响的台南表示，会以减量等方式，希望达成在地处理的目标。台南市以自主处理为目标。倘在地的文化处理量能足够的话，则不需要外运到外县市处理，可节省相关的运费，减少清运业者的涨价压力。粪扫大部分拢爱送来台湾处理的平湖，因为主要是家户粪扫，目前影响无大。目前我们这边主要是生活垃圾的部分，民众产出生活垃圾的部分，目前我们是还没有接到相关的讯息。台湾阁有真侪县市无分化场，大粪扫的所在嘛有空间伫尾，也是已经用了的问题，造成粪扫处理变了真困难。虽然县市政府有伫找解决的办法，但还是要靠民众对上基本做好粪扫的减量，才有机会解决粪扫的问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今年的8月份，因为落大雨，农损是真严重哦。婚林的顾客就申请2700多件救灾的补助，也毋过却只有100多件通过。有农民是认为标准上介悬哦，望讲看有法度来调整哦，来帮助因渡过难关。甲果子园内底较歹芭乐扣做伙，伫婚林国坑种芭乐生落的农民表示，今年8月份的大水雨，历史在地真侪果子树受到损害。虽然农委会公告婚林县是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范围，不过因为花期有较延后，即马芭乐才渐渐进入收成的期间，因地性的灾损是一直出现，却无法度通过天然灾害案件申报。超过一半，你共看就知啊。这你即摆看着好诶，嘛无一定好啊。我真正有摊挽有摊摕去卖诶，无到一半啊。毋是政府讲的2成尔啦，何讲了一水期，迄嘛毋是2成尔。当地种果子的农民表示，真侪农民申报案件无通过核准救助案，是因为损害无到20%。不过相关单位煞无考虑到因地性灾害持续伫发生，希望公所甲县府农业处会当来协助农民申请复勘，互真正受到损害的农民会当申请救助。当时可能只是在开花，根本还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受损的情形，所以公所当然没办法去做20%的认定啊，变成他申请说他们要申复，然后去办理复勘。去确认看是不是有延迟性的灾害这样子。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因为离8月份已经有一段时间，请农民保留农损的证据。若是农民申请复勘的案件真多，会协调农改场各一届去勘查，认定监视因地性的灾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科技部甲台大的研究团队合作，用微生物制剂要来减少饲猪的臭味哦。嘛使用智慧监控、佮废水处理这的新科技，要来改善饲猪的环境哦。望讲会当来帮助咱国内的饲猪产业转型升级。透过智慧科技的监控甲管理，收集猪只场内的这个环境资料，这是台大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面对非洲猪瘟的威胁，政府正积极对饲猪产业来做转型甲升级。科技部嘛甲台大合作，透过4年的研发，望会当对场内的智慧监控改善猪条的环境，提升猪只的健康。养猪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废弃物的污染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其实是把那个废弃物的处理变得更精良，那然后更智慧化。台大的研究团队13举行成果发表，强调讲猪舍环境、排泄物的环保利用这部分，还佫会当对饲料来落手，研发用微生物来做疗剂，会当来降低猪只因排泄物的臭味。其实饲料里还可以加一些，不管是现在的一些益生菌啦，或加一些像有人加一些中草药剩下的这些渣渣呀，其实对动物的健康应该都会有一些帮助。从上游端饲料配方的改进、益生菌的添加，到整个饲养管理环境的智慧导入，还有后端的这些废弃物的这个利用，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整场的一个 total solution。科技部强调讲，这个技术成果拢是伫个实际操作饲场场内底来实施，完全符合饲猪场的运用，望会当来推测到国内的饲猪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南区永华体育园区最近有民众发现讲，感觉球场下面的公共便所无障碍的坡道哦，沿路佮拢是石头啊。有民代就批评讲，有医生佮做甲遮尔清彩。
台湾市体育处是表示会马上来改善。要来变数啊！行了，这大无好势，这规个筋嘛拢痛。目睭边仔的乌青拢还袂好，行路嘛只会使慢慢仔行。当年伫台南市南区永华体育园区运动的妇人，9号因为要变数，涂骹煞拢有碎石啊，一个不小心就受伤。啊，惊踢着，老人吼，年岁我80岁了，啊年岁有当这脚也较袂。是爱做细字，无迄石头啊拢会骨，较积极一点来甲阮遮处理好病。台南市南区永华体育园区2019年进行老旧公共设施的整修，嘛将橄榄球场变数整建的工程纳入其中。不过近期所发现地面上拢有碎石啊，互人无好行。上好笑的是，这个变数佫是包含亲子无障碍的综合性变数，一般人的出入拢感觉真无方便。对于使用拐啊、助行器或者是轮椅的身障者，更是无法度行。你在做整个设备的时候，一次定位好，不要做半套的。半套的设施，你看不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而且会有一些延伸出来的问题。好，我们会把这一块的空地，会把它铺设成水泥，然后周边会再做绿美化的一个工作。对此，台南市体育处是强调，进前这个变数拢是关起来无使用。最近因为有民众租下橄榄球场下骹的场地，需要用到这个变数，因此这甲铁门铀起来整修，是害着通道顶面拢有碎石啊。未来嘛会重新整理，铺设水泥的坡道之外，嘛会清除碎石啊，还予民众一个安全的环境。记者郑混大报道。一寡糖尿病病人哦，拢爱照3顿煮胰岛素，有一寡副作用。最近是有一种新的疗法，一天只要煮一下，副作用嘛较少。咱做伙来了解。82岁叶小姐已经得到糖尿病10年，伊用煮完胰岛素了后，副作用所产生的救菌，互伊感觉真无爽快。而且一天爱煮3到4盖胰岛素，也互伊的生活上真无方便。很麻烦，而且会抽筋。你每天要打3次啊，你等于说早午餐吃完以后你就要打啊，那会造成说有时候我去聚餐，或者是说我去旅游，有时候很不方便这样。中国妇医表示，患者煮完胰岛素了后，小腿救菌痛痛是属于真罕见的副作用。加上一般的人对一直注射较反抗，因此容易家己停药，或者是降低注射的剂量，致使血糖控制效果无好，引起了更较侪并发症。医界即马引进了新型的 GLP-1 促效剂。配合煮胰岛素，患者一天只要选择其中的一顿饭前煮一剂就会使，而且副作用较少，对生活作息的影响会使降到上低。GLP-1 促效剂，它其实就是模拟我们正常的一般人在吃完东西之后，那我们肠胃道就自然会分泌出一种就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个酵素，所以吃东西呢排空就会变慢，所以你就会觉得肚子饱饱胀胀的，那自然而然就会不想吃东西。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糖尿病盛行率是9.8%，有超过200万人得到糖尿病。这项新型的糖尿病促效剂，目前健保是有条件给付，也正做相关治疗上的新选择。记者台中报道。之前有2万外票的学习力听档案，因为工程师失误消失了。经过清查，数量是阁加出70外件。也毋过，今仔教育部长潘文忠直入反映，面对立委的关心哦，部长是强调讲，目前影响的范围并无扩大。第一届立法院的会期，教育部头一届到立法院教委会报告业务状况。不过89页的书面资料完全无讲到学习力定档案拍无去和未来应用措施，这互在野党的立委是真生气。只字未提是为什么？这样叫做很重要，这样叫做很严重，这样叫负责任的态度吗？委员今天主席安排的是业务报告。立委万美玲延续前一天接顺的主题，对问部长潘文忠相关究职。潘文忠也是回应讲，稍后会继续检视相关事实。所委托的暨南大学也是学校的委外厂商，会依照采购法和契约来检讨。不过台中有校长指出讲，拍无去的档案名单比头一批加出74件，恐惊也有未通知的。民进党的立委也想要补好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也看不懂，就是说，到底我们通知学校，所有的学校都是通知像侨泰这样子吗？第一次200多，第二次300多，第三次可能400多件，有可能是这样子吗？教育部解释讲，第一时间大范围清查的是学生伫9月初5到22所增加的档案，为着搁较谨慎，
若是档案有修改过，也是汰掉的，也会列入去名单。10月7日的名单就是确定的版本。以学生个案跟档案数为基础下，列清单通知到每个学校请学校老师们再提醒学生能够依序来进行。受影响的档案无超过25001件，目前回传的档案已经完成93%。潘文忠为这个事件第3摆回失礼。若调查立委问讲，敢会再保证袂搁再发生？潘文忠只是强调，会搁再重新做整体的计划。检讨安怎加强档案的保存、传送和机房的维护。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落地有一间医院有学生指控讲学校的员工针对一个有伪装白头毛的查甫学生是真无尊重。学校是表示讲，这员工嘛已经向这学生回失礼了，嘛要求员工去上性平教育的课程。伫高雄路德的医护专科学校，顶个月27有学生甲3位学校职员伫咧办公室议论某一位查甫学生青菜对话全部录音起来，也因为这个对话内容有甲人骗上歧视意思，学生也甲规段录音放上网络。他这么明显，家里的长辈怎么可能不知道？对啊，太明显了，可能绑头发吧。没有，他还有化妆哎，可是他整个38岁的感觉。针对不足的部分呢，以后我们继续加强对于教职员工性别意识的部分。那这3位职员呢，我们现在请那个学校辅导中心安排这些性别意识课程。其他学生对这位查甫学生抱不平，指控学校职员性别歧视。学校表示，这寡职员承认错误，也感觉真后悔，已经甲查甫学生回失礼啊。查甫学生无感觉安怎，也讲袂去申诉。规则案件袂进入性平会，不过职员的考绩会受到影响。不恰当，就算他们私底下要讨论，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这样讲。会，有被嘲笑？并没有，我们学校是一个蛮多元的学校。这篇文章有真侪人看过，有的人认为无妥当，也有人是无任何想法。不过有专家认为讲，这也显示学校无看重性别平等。这也凸显出我们校园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忽视以及不够落实。张乃千建议学校爱落实性别平等教育，无论是什么身份或者是性别，拢爱甲人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拢有自由意志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韩国戏剧《流戏游戏》伫 Netflix 平台收看的人是90个国家的第1名，嘛，互真侪人对学韩国话甲韩国文化有兴趣。有韩国语教学平台就发现讲，有真侪英国人甲美国人拢来报名要学韩语。韩国的这出戏《流戏游戏》伫咧全世界这么正红正青，也带动新一波的韩流。和欧美这么正事件接触南韩的文化，来自葡萄牙住伫咧加拿大科斯塔最近伫咧学韩国话，朋友知影了对态度拢无同。When I started learning Korean 2 years ago,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why, but now Korean is more mainstream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people get fascinated when I say that I'm learning Korean. 科斯塔讲，唔那是同年龄层的人，连伊的父母拢正袂接触戏，完全无白体戏来韩文。伊的观察讲，这唔是直例，山顶还是平台教我讲韩语就讲，流戏游戏开始放2礼拜了，英国注册新人户增加8成，美国是4成。正行的也阁有一项，伫咧戏内古早味碰糖。那是欧美的观众注意，伫南韩过来怎么也正流行。这个伫咧首尔，北体流戏游戏剧组做3-400个碰糖下单，最近是称甲正红，生意好甲要变贵。碰糖是南韩伫咧战后正流行的一种四手啊。迄当阵，大家生活拢较无好，无钱通买冰淇淋这款点心，拢是食这种甜甜佮有淡薄口味的碰糖。以前囡仔食碰糖，若是有法度甲顶头的图规个完整摕来，也佮有奖品。起来就甲碰糖设计成这挑战关卡。저 뽑기 사러 왔는데요. 6시간이나 7시간 기다려야 된다 그래서 그냥 가게 됐어요. 真侪排队要买碰糖的民众讲，剧情互因想到囡仔时阵的记忆，也有少年人是因为毋捌食过正好奇，因为流戏游戏这出戏，这种互人怀念的古早味，最近伫咧南韩是正流行。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来看屏东的联合关怀协进会哦，最近咧训练阿公阿嬷，因安排一寡导览的课程哦，望讲遮在地的老大人会当来帮游客了解在地文化甲历史的故事。阿公开
始讲那边的早期历史佮较大的变化。屏东那边的仁和关怀协进会这几年推出在地旅行，为着互这的时代加做村里的导览员，特别举办口语的表达课程，训练中辈口才。就是迄个邀请老师来甲因训练因的口才，啊，互因讲吼了解咱家己的故乡，啊，所以有时你也拄有外地人来的时候，啊，伊也拄随时伊问到，啊，伊就知影讲要安怎介绍咱的故乡。为一开始无啥物自信，到即马会使伫台顶展现家己的单仔讲，强调即个课程通互长辈增加自信，定讲话通练习讲的内容佮有方式。若准有人去那边耍，家己也通做介绍故乡的一员，是真有成就感。你甲推广即个哦，啊，互这老人哦，去伫台仔顶去讲我话，啊，佮增加伊的信心起来，哦，啊，伊头脑啥会佮较进步，会佮较对老化会较慢，所以足大的帮助。那比仁和社区希望透过社区的力量，互长者也通为故乡做代志，毋但活到老学到老，也通替在地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哦，南方云系往北线，加人北海岸和台湾的东半部有阵雨，也是会落雷公雨，而且雨会落了真大哦。马祖平湖某一寡所在会落阵雨。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加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加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加29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加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